哦，嘛着爱轻声细碎，因为今日姊妹若要参你收，咱拢食一骹饭，虽然你做点仔事，哦，你有迄个权无毋对，不过你茫用权去凌人啊，嘛是爱大家互相开会，互相检讨，因为咱今仔就要参你收，才会尊重你啦。人今日若拢用凌人的吼，用骂的，用歹的吼，人毋敢亲近你啦。哦，你的道夫就哪来哪虚伪啦，哦，人都唔敢发来，话唔敢较铁头的，像若做了无好就搁叫骂安尼，哦，所以讲迄是做点仔事本身哦，是个艰苦共款啦，吼，就是只家伙甲规划好势，甲规划好，大家拢就是咱拢一家人共款，食一客一家饭，大家互相讨论，哦，其实做唔对，毋免着你甲讲，小可甲点一下吼，讲互我伊就知啊。